近義手語。出門遊歷，大家都係出門遊歷，以下嘅手語有咩分別呢？本地旅行即係郊遊，外地觀光即係旅行，旅行團外遊，自助旅遊或者自由行，靚或者好睇，以下全部都係形容好睇，當中有咩分別呢？樣貌好睇，即係樣靚；樣貌以外嘅好睇，即係外觀好睇，例如髮型、身材，或者係物件，例如手袋、車、風景等等。好睇係因為配襯得宜，即係襯得靚。好睇或者精彩，通常係愛嚟形容電影、電視或者係表演。以下嘅手語都同傾談有關，佢哋點樣分別呢？手語傾談，用手語嚟到傾談。口語傾談，用口語嚟到傾談。或者竊竊私語，交流或者交際。有聾人教我用社交。如果大家想睇更多嘅香港手語短片，就記住讚好、訂閱同埋分享呢一條頻道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